李小龙、明星花露水、国语课本、怀旧系列的文创商品，勾起童年回忆。真是一方角落一方感受。走进这里，十足的氛围，用艺术说故事。我们不光只是复古的东西而已，那我们希望把复古东西变得有生命，让它变得比较有趣，让很多人年轻人去接受它。30多岁的黄腾尧，偏偏爱比自己年纪老得多的古董。18岁开始搜集来的笔膜高挂墙上，转个弯，有130年历史的古门，老建筑的旧门窗，怀旧追寻的开端，则是这座旗杆。这个也是我们有在研究古文物里面，然后会发现这个意义很深重。我觉得，这个东西还蛮特别的。那我不惜代价花了1个月的薪水就砸下去，就买了这个东西。朴实静谧中带点禅味，黄腾尧用细腻布置他的天地，每个空间都能发现惊喜，古味环境处处见新意。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，那连我老婆也是客家人，那我们就是把美食的东西把它延伸有客家的味道，但是有新的感觉，那也符合我们店的一个调调的。尚未开放的私人空间，日暮阳光洒落窗棂间，临向老街，让人发思古之幽情。可是我又很追求完美的人啊，我不是说马上很急的要对，想说让它酝酿到一定的一个感觉之后，我们才对外。设计师出身，学艺术玩创意，但谁说只能孤芳自赏？那像我们这边很多科技厂商老板啊，他一定都会到我们这里。尤其招待一些国外朋友，就觉得是可以更清楚了解客家文化，是也是这样对。所以要问沈黎后某生意好吗？大鹏爷福气懂吼，托你的福啊，当然很好喽。古意盎然的老街餐厅，一个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注入知性的能源。沈黎后某，大鹏你的福气懂好。沈黎后某，大鹏你的福气懂好。